脂肪是身体的负担，不过奇美医院把脂肪拿来修补外观缺陷。不管是口腔癌手术造成的凹陷与疤痕粘连，或是车祸导致颜面骨折以及颧骨凹陷，都能透过自体脂肪移植来改善。在早期，自体脂肪移植都是用在医美的手术跟治疗方面。那只要爱美是人的天性嘛，所以其实在过往这方面的使用已经非常纯熟。那这几年我们会把它应用在一些颜面缺损，或者是一些烧烫伤疤痕，或者是一些外伤。导致的一些组织的缺损。相较于人工填充物，脂肪不仅跟人体组织相容性高，而且几乎无排斥或过敏风险，更能提供细致、柔和、不僵硬的效果，还能同时改善局部脂肪堆积问题，达到重建与美观双重效果。以前我们都会用玻尿酸或胶原蛋白，或者甚至用一些人工合成的植物去做这样的一个软组织缺损或者是一些凹陷的一些修补，但是这样的情况常常会有一个异物残留的问题，或者是会有一些组织排斥的问题，那或者是一些感染的问题。但是用自体脂肪就是取之于自己的身上去做这些填补，所以我们。就有点是废物利用的概念。移植的脂肪存活率大约5到7成，对希望获得自然修饰效果的病人来说是不错的疗程。但医师提醒，脂肪在移植后会受个人体质、医师技术及术后照护等影响，在选择前要先了解可能发生的风险。记者邱怀谈的报道。